前只有2个车道，没有人行道，然后就是人车混合。因为本身桥面的段就是很窄了，你如果大车在上面的时候，其他空间行人啊、机车它都没有办法行驶。如果在闪车的时候，真的有发生很多起的意外，就是人跌落桥下。毕竟桥的年代也很久远了，将近50年的桥。相比同阶段的桥，他们都已经改建完成了，就只是我们这里还没有改建。所以在立委的跟中央的大力支持下，才有今天这个通桥完成。第一就是环境上的改变，第二是通车交通安全上的改变。最大的改变是这个水路排水的问题啦，因为像之前因为碍这个桥它的底下的一些问题，所以会造成我一些西势里的旧社区他们排水每逢下雨必淹。然后借着这工程排水去排建，到现在他们下雨不怕再被淹水了。本底是这条桥作细啦，即摆有扩宽吼，搁有人行道行吼，会当互人足方便安尼。迄个人行道吼会当运动，搁会当安尼交通是足安全啦，搁美观。人车吼真安全的问题啦，所以讲吼，这真正吼。对阮地方的发展也好，对人的通行也足安全啦。特别讲这个吼，这个人行步道都做起来，这人吼你行路有够方便的方便啦。要运动也好，要创哪落，免烦恼讲吼车来吼无当闪安尼啦。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行动前，新湾桥改建工程竣工，工程典礼圆满成功。我们终于盼到了连接永康大湾跟新化的新湾桥改建完成。这个新湾桥桥龄已经达到45年以上了，然后呢，旧桥很狭窄，所以造成很多通行的不便以及危险。那所以说，在2年多以前启动了改建工程，总共经费4亿1000万。地方自筹8700万，中央来负责3亿3000万左右，所以说这是个很大的一个帮忙哈，对地方通行的便利以及交通的顺畅，连接很重要的大南科区的新化，以及这个台南市最大行政区的永康有很大的帮忙，所以新湾桥改建势所必行。那现在已经完整的完工启用了，非常感谢中央感谢国土署，感谢内政部。谢谢立法院的支持，感谢市议会的垫付款的通过，让地方可以工程能够及时的完工，早日让那个民众可以享用。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0月23号礼拜4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面对台中爆发非洲猪瘟疫情，咱台南市又阁是全国第4大市地当镇，所以伫个议会定期会市政总咨询头一天，防疫工作就备受关心。议员李中琴除了呼吁爱做好源头管控，避免民众食着受感染的猪肉以外，嘛烦恼已经有餐厅开始停卖卤肉饭。对此，市府表示，猪肉煮好食都无问题，这并不是安的赞美，市民唔免太过恐慌。面对台湾出现非洲猪灾，加上台南占全国市地比例11.38%，是全国第4大养市大中。贸议员李宗成伫总咨询询问相关局处的防范作为，希望对源头管控做起，避免台南人介意食的卤肉饭会因为餐厅停卖。对此，卫生局长回应，非洲猪灾不是食安的问题，请民众唔免太过惊吓。咱嘛是常常讲登革热，我们都已经超前部署，但是未来真的蔓延开来的时候，还是这么的严重啊！所以我意思讲，是不是咱今麦将对所有的细节、所有的部分，我们要做一个管控。那在另外一个部分来，我们卫生局局长，那现在针对餐饮业，我看到今天的新闻，在第一时间有很多米其林餐厅，包含我们高雄的一些餐厅。都针对有卤肉饭、肉燥饭等等的相关猪肉的这些产品，都已经停售了。
那像我们在台南的这个部分，因为讲真的啦，咱台南就是爱吃肉色饭啦，爱啉鱼丸啊、汤鱼皮、汤鱼肚汤啦，这个都是我们早餐必备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到底做了哪一些？因为这个病毒哈，基本上呢，它只要加热70度以上，它就已经没有任何活性。所以其实熟食它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因为很多如果不够理解，大家一想到猪肉，可能就觉得所有是不是这些都不能吃？事实上，我们要告诉民众的是，它不是一个食安问题，它没有食安的问题。它这些都熟食的是很安全的。面对非洲地灾，市府除了第一时间跨局处各规家回应，其中委托面对议员钟志顺更是自信满满，对顶游到下游的全面奉还。我们分上中下游，上游是农民啦，养的啊，中游就是屠宰的跟肉店啦，肉贩，下游就是餐厅业者以及消费者。我们都会分头由不同的局处来处理。你刚刚特别关心这些米其林餐厅也好，或一般庶民小吃，他们的猪肉使用哦，我觉得其实现在是有冷冻猪肉从国外进口，所以猪肉来源应该是还好。但是我还是觉得台湾本地的，甚至台南的是最好的。所以这个部分中央规定5天要禁止移动，所以我们就要养猪场这5天不能出猪。毕竟非洲地灾首次在国内出现确诊案例，总是引发社会注目。不过为了避免引发无必要的惊吓，议员强调市府也是要协助业者稳定食材来源，让民众安心。台南新闻阮吉张素维采访报道。乌山头水库静电的争议持续延烧，议员蔡玉辉表示，只要第2期继续施作，伊一定带队到赖清德总统伫安平的厝进行抗议。而且伫个质询当中，伊嘛将供电棒的碎片加入去乌山头水库的水内面，搭上封条放3个月做实验，要来检验民进党中央讲水质未受供电棒影响，根本是白贼。议员蔡辉伫总理顺批评台南静电品质全国第1，嘛因为供电引发贪污弊案，社会不安。现在连提供台南人民生用水的乌山头水库嘛要静电，实在伤超过。而且因要求水库水每一档拢要检验，结果中央讲水库水一档验5摆拢符合标准，却根本不是针对电棒的水质进行化验。无人验，你敢有验？敢有对一个单位验？反正是你有验讲，室内底伊珠母交导电胶到底有含有多无？无人验过嘛？咱到今拢无咧验哦，敢来讲咧。议员为了监管反对乌山头水库2期工程小供电棒，先预告一定会到赖总统徛家抗议以外，嘛伫技术厅提出供电棒上演现场的实验，将供电棒的碎片放入水库水中，且黄委托市长签名搭上封条，放3个月后要来反驳环境部长所讲的水库水完全无受供电棒影响。反驳咱光电板磨碎3个月会影响水质的证明。第一，说明降水落落拢入伫乌山头水库内底，要安怎会当影响到水质？第二，阮实验咱毋敢讲问题，有乌山头水库水10月14日后17日后矿泉水池啊，后自来水池啊我毋敢下定结论讲有问题无啦咱期待3个月，市长要看看议会作证的环境部长所提到的报告，它有设计过的实验包括溶出试验是在一个最恶劣的情况下去做出来溶出。那事实上跟自然环境中又不太一样。你既然就是如果要检讨在这个区域有没有影响，还是要依照实际的这个地点去设计这样的实验。这个是刚刚敲碎的是表面的这个胶合的这些玻璃其实胶合的玻璃在光电板本来就有它的设计的原理在啦，材料都有它的原理在啦。这样的实验事实上，我个人感觉不出有什么科学的依据啊。
议员进一步表示，台湾欠电不止发电力能，认为核电才是上好的选择。不过，当市长讲人民烦恼核废料问题要识到，结果想未到议员讲伊强调的是核融合的新核能科技，无所在坑，霸气回应会当坑引导。台南新闻军籍张硕伟采访报道。台南市打造半导体、AI 甲热能产业聚落，造成高科技厂商的再生水的需求供不应求，加上极端气候可能造成欠水。议员蔡淑惠伫总集船以南区第一火化场运用殡葬基金，成功改建落成的案例，来建议市府水利局嘛爱成立专款基金来做应用。议员蔡淑惠表示，现有台南、安平、永康加林德再生水厂，每一天供应8.1万吨的再生水。不过，因为高科技厂商的产业进驻油源供不应求，加上极端气候的欠水危机，所以议员进一步以安平水厂为例，每一档营收超过7000万，3个厂2档的再生水费超过10亿，所以强烈建议市府爱设立专款基金。同时将应有回馈地方。我们安平再生水厂每年的营运超过7000万，7000万。是的。今天殡葬管理所的殡葬基金每一年挹注在基金里面1亿多，然后进驻到那个殡葬基金里面，他们提出了大概1成左右的回馈金给地方民众。我们安平再生水厂未来1年可以净利净额收入可以有7000万的，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去成立的基金，甚至没有办法在我们安平再生水厂产生的盈余里面去回馈给地方的民众？再生水的来源一定是从污水处理厂这边过来，所以政府不可能说不管。好，局长，所以这个是跟你意思是说再生水基本上是从污水处理厂的放流水里面去做再生水嘛，对不对？所以政府包括我们的民生用水的污水是不是也会进去？对嘛，哈。所以这个不可能政府不管了，所以我也是说我们为什么说不要成立基金的原因在这里，就是说如果由这个整个统筹来应用，反而会更好。因为如果万一再生水如果有一些现在我们是看不到的，万一哪一天有什么事故、有什么变化，需要赔偿或是怎么样的时候，市政府是我们最大的后盾，所以我们才说，目前是暂时先不要用基金。水利局长强调，再生水厂需求中央到地方政府一定会承担编列预算来应用，所以暂时未成立基金。而且以安平再生水厂为例，已经是南台湾规模上大上新，以后一天将达到6万吨的再生水，成为南部产业稳定用水的重要指标。台南新闻军籍张硕伟采访报道。台南拓展国际旅游市场有了重大进展。台南市政府甲台湾虎航合作，伫今年12月底推出台南直飞日本熊本甲冲绳2条全新的国际航线，机票为10月23号正式开卖。好想要前往日本的游客，唔免搁再为高雄或者是桃园出发，非常的利便。台南机场对2020年疫情冲击以后，国际航线多数停飞。今年虽然有仙台、清迈等包机停飞，但一直欠缺固定航班。台南市观光旅局积极争取，甲台湾虎航合作，伫12月推出台南直飞日本熊本、Okinawa 航线，消息一出，引起真济游客关心。不用我们再特地搭飞机到桃园去，然后再从桃园飞。就这样，其实可以节省很多车程啊。就我觉得还不错，但是也要看它的票价如何。台南、熊本甲 Okinawa 分别是日本甲台湾上吸引力的旅游地点，伫历史文化、美食观光方面拢有交流。其中熊本甲台南拢有大节电进驻市场 ，Okinawa 甲台南则有汉游文化背景。台湾虎航新航线的启航，不止缩短2座城市的距离，更会当带动旅游人潮。现在是开通，但是能够持久。
所以我们需要一些软硬体设施都能够配合，也希望大家多利用，这样的载客率高就能够经营得下去，载客率低就一段时间就经营不下去，希望大家多支持。台南熊本是每周2、5开航，台南冲绳则是每周4日开航。10月23，2条新航线正式开卖。Okinawa 单天米税1599块起，熊本米税1799块起，欢迎民众赶紧把机会抢票。另外，台南传统的美食嘛将推向国际，推出全新吉祥餐阿勇家三战吧，要让日本游客一张无人机抵档品尝台南美。台南新闻杨顺怀、郭文吉、张硕维采访过的。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为新冠疫情到今年的地震甲洪灾，林长、里长一直拢是徛伫第一线。有意争取民进党提名，竞选后一届台南市长提名的立委林俊宪，就提出理政3愿景，包括增加里的建设经费、发放林长的工作费，并且建立理政沟通的平台。立委林俊宪表示，台南市总共有649个里，目前里林建设经费一里是13万，甲热心北、桃园一里60万相差真大。因此，上午伫个这位议员的陪同，共同召开记者会，提出理政3大升级的愿景，包括里林建设经费提悬至15万，以及林长每个月2000块的工作协助费等。一个里的里长工作经费。简单讲，就是15万起跳，你最少都有15万。那以你的人口数和面积，我们再酌予调整，就调高了哈。另外再根据你有特别需要，例如防灾、防疫、防汛，我们会再提供额外的建设补助费。那我准备将里长的工作经费由现行的1年8437万，预计大概增加5000万。增加5000万给里长，达到1.3亿，1.3亿啊！它整体预算数跟台北市其实一样。对于里长工作经费，也表达对里长的一个肯定，和慰劳。所以我们在参酌其他各都的一个做法，基本上各都现在几乎都一致了。每一个邻我们也比照，就1个月2000元。上午陪同出席的除了这位议员，还有议会民进党团的总召周家伟、议长曲丽丽、甲立副议长林志登等人。会中议长嘛肯定立委的这项政策，将这个所谓的社会福利也好，那还有我们今天记者会所发表的区里行政的这个改变也好，事实上都是经过精算，都精算。而且呢，非常有负责任的告诉我们说，它未来的经费的增加会增加在哪里？那为什么要增加？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负责任的这个候选人的一个的做法哈。委员初估里林建设经费至少就是15万，未来会依照人口数、甲入面积、风灾、风汛，还佫会用来做调整，预计预算将增加5000万。而林长的工作费用预计增加1.5亿，两项加起来新增加大约2亿。另外，未来嘛将成立里政所谓的平台，作为市政甲伫基站之间双向沟通的桥梁。台南新闻林彦根采访报道。台南市美术馆的福尔摩沙时代展览，10月25号将进行第3阶段的展出。上届受到注目的，就是张大千的《罗山图》，第一届伫台南公开展出。另外，奇美博物馆的埃及之王法老展将会展出陪葬的珍品、大型石雕等等280件文物。10万张的早鸟票一开卖，马上就被抢买了。
长度将近10公尺的画，是张大千的破墨作品《落山图》，堪称是山水画代表作品之一，也是总面积上大的一幅。经过文化部核定成为国宝，象征近代美术现代化的重要里程碑。台南市美术馆为去年底向国立故宫博物院申请借展。在福尔摩沙时代第3阶段来展出。张大千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的话，他是没有去过庐山。根据了一些图像，然后根据了一些人的描述，然后开始创作了这样的一个绘画。文化部认定为这个国宝，其实跟在台南市美术馆它的成立的这个时间刚好是同样一年2019年。那经过这个6年之后呢一个是国宝一个是台南市美术馆。每年1月1号，南美馆二馆将改为台南国家美术馆。在这个时阵，欣赏张大千的国宝是有特殊的因缘。展馆内面也有警察24点钟维护安全。另外一边接续重大展览。是基美博物馆甲英国大英博物馆合作推出的埃及法老展。那这次的展览呢，我们主要是从法老的帝王视角，然后来看整个古埃及帝国的一个多元的面貌。那总计呢，引进了是280件作品，其中包含了黄金珠宝、陪葬珍品。这场堪称是史上来台上大规模的展览，为消息公布以来备受关注。10万张的早鸟票一开卖。大约1点钟就转售卖完，官方更加将一般票提早到10月28号开卖，方便更加侪观众提早规划参观的行程。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为了推广心灵健康甲心理照护，台南市忧郁症关怀协会甲台南市政府在1月2号将在英华运动中心举办百人铜锣浴大型公益活动，邀请市民做伙去体验引爆侵占的放松，疏解压力。现代人因为生活压力大，情绪甲心理的健康议题，嘛成为社会重要关注的焦点。由着台南市忧郁症关怀协会甲着市府共同来举办百人铜锣浴音波疗愈的活动，将伫11月2号伫英华运动中心来举行。日前有着议员王家珍甲着朱振轩以及侪位的协会常务理事甲着市府相关单位共同召开记者会，邀请市民做伙来体验音波共振放松的疗愈。推动的目标一样，就是透过这个活动，让更多市民朋友认识到这个我们的一些心理卫教的一些这个资讯、一些知识，那我们把它普及而且我们不只是用上课的方式，我们是直接用这种音波疗法的铜锣浴，去带着大家去感受一下，怎么样用这样子一种这个我们一般台湾人可能比较少接触到的方式，其实可以让自己的心灵得到很大的一个放松，得到一个释放。那我想这是很有意义的活动。那也再一次的感谢我们忧郁症关怀协会已经办了第3届了。那这么好的活动，希望透过一届又一届，让它更盛大，也让更多市民知道，一起来参与。因为是我们在做那种铜锣浴的时候，我们通过那个铜锣它低沉而非常宁静的一个音波，可以让我们身心能够放松。这样的音波透过这样的在我们永华运动中心2楼的综合球场，它就像是一个非常柔和的一个能量，深深的能够渗透我们的身体跟心灵，能够让我们非常的放松。这届活动特别邀请来自马来西亚的铜锣大师 Jeff 来带领，结合10多位专业的铜锣师共同来演出，希望打造百人共振壮观的音乐场合，协助民众会用信心来放松，欢迎民众踊跃参加。台南新闻林彦根采访报道。去年连续得到国际上奖的肯定，作品佫被真侪欧美的收藏家、收藏的画家林丹奇。这届返来台湾，特别选伫雅果游艇会黄金会所的丹奇美术馆举办画展，
好民众唔免出国，伫台南地当欣赏到伊独特的色彩美学的创作。以印象色彩与新野兽派风格闻名的台湾画家林丹奇，创作时不预设构图，不刻意调色，反而是透过静坐冥想的方式接收宇宙频率，让灵感透过画笔自然传达。他的油画创作在2024年接连获得波提切利奖以及达文西国际画家奖的肯定。这次回国，特别在雅果游艇会黄金会所丹奇美术馆举办画展。其实我是一个很喜欢打坐的人，那因为我可以去除掉一些杂质，然后沉淀了以后，非常清澈。那我觉得它好像可以，就是隐约中就好像接收宇宙的频率，然后因为我觉得大道至简。那只有心很清澈干净的时候，它才可以接触大美，所以它的色彩会自然涌现。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创作的时候，我是随当下的能量，所以最后我都没有随我的构思来创作，最后构思都会改变，可是会发现比我构思出来的画作更美，这个就是我产生的上帝的色彩。但是它一定要经过打坐，因为如果没有打坐的话，它的沉淀的力量不够，我会抓不到那个讯息。所以我很多的色彩都反而不是构思的。这场画展的策展人，同时也是4业国际餐饮集团总裁胡俊宁，特别将迎宾鸡尾酒会的饮品餐点融合油画创作，让参观民众在欣赏艺术的同时，也能享受一场美食飨宴。那这次的策展，我们融入很多些小吃，我们把画里面的元素把它融进去餐宴里面，然后把餐宴融进去它画里面，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整个展览里面其实是把画，大家会仿佛是走进画作的一个概念里面，所以我们希望画如现实，现实如画的这样一个概念，呈现出整个氛围的打造。丹奇美术馆的开幕画展迎来画家林丹奇的油画创作，不过想看画展的朋友动作要快，因为作品之后将会运往意大利罗马达文西博物馆举办个展。想欣赏林丹奇创作的民众，赶在10月22日至28日期间预约看展。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10月23日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你们知道吗？台湾即将迎来新的里程碑，是什么？是什么？这件事和你们都有关系，就是民法成年年龄修正了。那会有什么改变吗？
改变可大了呢！从112年1月1日起，满18岁就是成年人喽。而且男性、女性一律满18岁以后才能结婚，成年人就能自行签契约、租房子、到银行开户。不过，成年人也要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做任何决定前都要多加思考哦。我们会赶快去了解权利义务，迈向成年的第一步。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